如果你嫌眼淚太多，你會用背脊唱情歌。啱。 OK。不如你唱埋出嚟。係咯。冇。個終於個都拍都玩緊題啦拖，個個都想拍拖咩張敬軒去泰國做咩咧？ ？massage。捐精。泰國捐精。 《尋秦記》林峯飾演嘅秦始皇個名叫咩咧？華人。冇得自己冇得。啲人笑 L 咗。首先啊，係咁先啊 ，MV 裏邊出現過幾多位試當真嘅主要幕前？數出嚟啦。嘉欣989。你咁友善嘅幫佢嘅。又咩謙話？有又好收啊！又開心咧。我哋係令協會，我係阿雪，我係 Charlie。歡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嘅Sorry， 歡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嘅綜藝香港流行文化快問快答啊！但係得2個人，點答啊？唔驚。哇！大家好啊，我係阿叻啊！哇！你今日係玩啲咩㗎？今日總共有100條題目，內容包括音樂、電影同埋網絡文化，年份跨越15年有多㗎。我哋有4款功能卡，每款有2張，加多一張白卡添。咁我哋 total 有9張卡。我哋嚟決定抽咗功能卡嘅次序先啦。包剪揼，哇，贏咗！好，包剪揼啊！希望第好，我Charlie抽先。等，我要呢張啦。嗱，好，到我哋咧千祈唔好俾人睇啊！ OK。仲有㗎，原來。咁我哋 total 有9張卡。唔知你唔要俾我用啊？抽多次，哇！邊個抽到白卡咁傻仔啊？你啊！哇！遊戲玩法好簡單，就係快問快答啦。但係我哋冇選擇題喎，要直接講出答案。答啱有2分，冇答有1分。功能卡有4款，時光機可以翻去2條題目之前，雙倍特飲可以有2倍分啊！禁言令仲可以令到對方唔出聲㗎。強制換分可以同對手嘅分對調，仲有1張白卡添。好，事不宜遲，遊戲即刻開始。大家都離開咗香港一段時間啦，香港嘅流行文化你又記得幾多咧？第一題，落日飛馳聽歌看海，下一句係乜嘢？接吻接到無法通宵。無法公開，多謝你啊！真係好叻啊！你搶咗我啲題目。 Mirror 隊長 Lockman 嘅 fans 叫做我淨係識姜濤4、喎。 3、我唔理，要你拎小粉啲。攞粉。好啊！樂小姐。哦，係頭巾兵團啊！哦。好，第三題，呢個真係。張敬軒拎咗啲乜嘢去澳門咧？拎咗啲點樣咩？去澳門？拎咗，我知 passport。寫 passport 啊！ 3、2，紙巾 temple。好啊，回鄉證。好啊，係成碟青瓜。哦。我成日啊！聖上題，張敬軒去泰國做咩咧？ massage。捐精。泰國捐精。大家有睇《放學 ICU》㗎？係。聰聰其實係好冇禮貌嘅，點解咧？聰聰好冇禮貌，佢會 ICU 點啊？ 5、4，因為佢智障嘅。哦，係啊，你有冇補答？聰聰，佢應該有啲口頭禪嘅。聰即係 B 卡啲 friend 啊。 3，佢有咩口頭禪㗎？冇，佢唔出聲嘅喎。聰聰跟你相望一下條雲彩，所以係好冇禮貌嘅。啊！哇！有料。下一題，2025年叱咤樂壇男歌手金獎係2025年，馮允謙。啊！耶，多謝。留意香港樂壇。好，講出一首由鐘雪幫 Collar 填詞嘅歌名。留意香港樂壇。
Cola，有冇補答？英文啊！首歌名係咯，咪我就係識一首英文名啦啊。啦啦啦啦！唉， Never Neverland。好，但冇一次啦。第八題，《尋秦記》林峯飾演嘅秦始皇個名叫咩咧？趙盤哦，啊，搞有冇答佢改名啊！姓秦㗎係嘛？華人冇得自己補答。哦，啲人笑 L 咗。好啊，答案係嬴政啊。嚇！第九題。哦，係喎。首先啊，係咁先啊，MV 裏邊出現過幾多位試當真嘅主要幕前成員咧？ 5個，呢5個。哦點知啊？都冇威啦，都冇問過，點知啊？數下咯，數數出嚟嘉啦。欣9896，你咁友善嘅又幫佢，又又咩添啊？有冇補答？又收啊！你又開尊重咧。有冇補答？3個啊咁。 3個啱嘅。哇！即係係有個嘉欣9896阿慈同埋 Ernest 嘅，因為另外嗰兩個係 MC Soho 同埋 Kid Day，唔佢哋係。就唔計，哇！所以其實都係哇，好好彩啊！第10題，YouTuber Killer 1125嘅吉祥物係李家超，哦，挑定係嗱嗰隻叫斑鳩啱。哇！係咯，粉好，第絲11題，香港最出名嘅印度裔港人棟篤笑表演者個名係乜嘢？喬寶寶，香港叫印度裔，棟篤笑。我唔記得佢個名。有冇補答？係英文名嚟㗎。係4、3、肥媽 Q 寶寶。係 B B。哦，佢逼正。好，第12題，Locker 現任女友嘅中文全名。 Locker 現任女友。係我咩彤啊？嚇邱燕彤係咪啊？啱。阿媽哇！我都好叻啊！撈唔到好，第13題，MC 張天賦點解叫 MC 咧？5、4、3，叫 Michael。啱啊！好叻啊！哇！我自己真係好犀利啊！好，第14題，半官之人係半邊個嘅歌？鬼滅之刃啲 friend 係咯，嚇唔咁知 MK 嘅呢個名， 4，好中意病喎。知啦，林家謙，好，有冇補答你識？林家謙㗎咋？劉德華，係 J Ari。留意香港樂壇。哦 J Ari，好，講出組合 Finally 裏邊其中2位成員。阿 J 哥、富哥、錯錯，佢有藝名㗎。哎呀，但我唔記得叫咩名啦。叫咩有冇補答？咩咪啊3。我記唔到啊！答案係 JPEG、MIC、Chorus 同埋 Pepper。啊！第16題，ViuTV 最新嘅綜藝節目《色戒》裏邊，其中2位 Dyson。我冇電視台，追唔到。好，冇人識係咪？好，直接落下一題啦。第17題，電影《風林火山》裏邊咧，邊個飾演金城武嘅哥哥咧？我有睇嗰個同許志安好似樣嗰個杜德偉啊，杜德偉，好叻啊！第18題，有邊位 Collar 成員咧喺 Lolly Talk 未正式出道之前係 Lolly Talk 嘅前創成員咧？阿弟，白拍啊！完全唔識啊！好，第19題，個個都拍拖，唔通個個都想拍拖咩？係邊一個金句啊？我偶像啊！你想唔想拍拖啊？啊，個個終於都拍都啱一題啦拖，個個都想拍拖咩？第20題，兒子生性病冇倍感安慰嘅上聯係有上生性病，去咯，兒子生性佢好似係個新聞嚟嘅，真係。就係兒子生性，兒子生性，周斌合，兩次啦。兒子生5、我就記得呢兩句啫喎。 3，兒子生性病冇倍感安慰。上聯係獅子山下體熱香港領袖。嚇，夠晒獅子山精神。認住邊個香港嘅男藝人咧，打掃屋企會冇咁辛苦咧？林家謙，錯，有冇補答？邊個男藝人？
認住邊個難為人，打掃屋企會好乾淨，打掃因為打會掃。冇咁辛苦啊。會冇咁辛苦。就怕好。 4、3，姜濤好。啊，我以為掃啲。因為認住買得中，清潔好哦，鬆。第22啦。OK。我嘅訴求係好想翻工，係邊個講嘅咧？黎生，啱啊！喂，我哋都未反應得切喎。黎生，你一定係黎生。黎小姐，好，講出除咗雪櫃冷笑話之外嘅其中一個小樹嘅節目名。庖丁解牛，啊唔係喎，庖丁解銅。 OK，當你啱啦。多謝。冰同茶嗰個節目都好搞笑。好，第24題啊係啊， ，JFFT 衍生出嚟嘅樂隊組合叫咩名？ JFYT 啊，犀利喎！ JFFT 中粉啊，中粉元老多年觀眾，真係。第25題，有邊位 MIRROR 成員曾經喺《仙浪潮》電影短片裏邊嘅做過導演咧？依啊，錯， Danny 錯啊，係他㗎。咁勁， 25題已經過去啦，我哋會每人加少少嘢落去，最後邊個輸咗就要清晒佢。啊，我加睇手機。OK，加呢支啦。哇，小心啲啊！你唔好落咁重喎。 ！OK 嘅，你都係受如果一害者嚟縮過㗎咁點算啊？好笑咧咁啊！得啦，交俾你啊。眾所周知，我都係一個 alcoholic。咁即係乜嘢開門啦？我想飲啊！但一啲都唔使咁正咯。我個小妹啊，好，哇，好好啊你，差你見唔見到啊？人哋幾温柔，但咧，好，你哋想要啲咩？我覺得就使唔使加啲甜啊？咩？呢個係糖啊，我想食咯，但係一啲都唔想飲咯。咁啊，咁加落去啦。做奸人。咩？即係加啲口感啊嘛，即係你飲落去好 dry 啊嘛，係咪先？即係你呢啲係酒精嚟嘅，咁你加少少糖啊嘛，哇！覺得幾 sweet 味。第26題，Music Panda 幕後嘅老闆係Music Panda，古巨基，犀利啊！哇，犀利！好叻啊！娛樂大師，機啊！我仲諗緊係咪古老？我咩 Kitty 啊？因為 Kimi 係嘛？哇，好彩啊！好，第27題，前903 DJ 小儀喺離開商台之後，過咗幾日，佢就宣佈咗啲咩咧？出鋪幾分？哦，好答啱咗。耶！犀利！第28題，記得可樂之光係乜嘢？咩係咩？可唔可以 repeat 多次啊？ Coca-Cola。 7.6罐嗰度係要可樂之光，我查咗好耐㗎啦。但係我哋冇呢個可樂之光呢個產品。勁飲啊2.64可樂之光。真係。第29題，電影《毒舌大狀》裏邊，子華神嘅金句法律面前，嘟嘟嘟嘟，好緊合啊！耶！終於有分啦。翻唱答犀啊！利！金句啊！第30題，一步難，一步街，一難一步加一步係邊一部電影嘅金句咧？歲月神偷 firm 如果世界太細了，我會請你做咩咧？太細了，世界太細，係咪戲電影對白嚟㗎？零色啊！世界太細啦，係咪？ skip 4係啊！係咪搭船嗰啲啊？唉，死我真係白卡。冇人識，請頒個雨一給我。咩啊係電影原來係好肥啊！喊出嚟。咁多分喎，我唔想俾你換走啊！發動功能卡，播嘢播面。時光機可以翻去2條題目之前。電影《毒舌大狀》裏邊，子華神嘅金句法律面前。係啊，算啦。咁勁啊！你未問晒你已經知嘅。第30題，一步難，一步街，難一步加一步，係邊部電影嘅金句咧？歲月神偷。啱。有料，港產片靠你。你唔記得咗個名？我心諗好記得，好記得。如果係世界太細了，我會請你。
翻個語一個。好，俾佢拎翻喎。點啊？ 32題，100毛嘅節目，國家級任務嘅主持係哇！東方星，啱耶！我次次都慢 Charlie 一步。啱啊！ 33題，食好西係出自邊個藝人咧？嚟啦！葉坤哇！好叻啊！佢啱先嚟咗演唱會喎。係啊，我冇睇啊，坤哥正。係嘅。 34隻手伸長啲題，ERROR 成員保錡有個稱呼嘅，哇！你咁講咩意思？我知，好答快吞君。犀利。呢個我啱先講好唔明。死我衰，我驚俾人鬧死。第一樣35咁英題，俊。齒輪線公司係出自一個印度。唔係係張照片。喂，你提我嘅 Angel 放假，智能線公司，外國人，道人嚟咯。外國人。嚟啊！當你啱啦，個正確答案係和記環球電訊嘅 CS 電話錄音。哇！係36題，只要有啲咩咧就可以冇暗瘡咧？只要冇啲。 Jacqueline，啱。外國你睇開呢個宣傳儀啊，睇嚟你。 37題，電影《破地獄》入邊，衛詩有嘅職業係救護員。好正。承上題啊！電影《破地獄》裏邊，科樂鎮偉飾演係咩角色咧？我喊緊啦嗰陣時。係啊，唔好意思啊。主角、配角、配角、哦，男配角。男配角。個阿哥。好，好答，好答。5、4、3、2、1，係救護員衛詩有嘅角色。咪即係男配角咯。 39題，男角色啦。如果你嫌眼淚太多，你會用背脊唱情歌。啱。 OK。不如你唱埋出嚟。係咯。第40題，黃子華喺飯氣攻心入邊患有咩疾病咧？佢睇唔到顏色色嘛？啱。我差啲講咗佢覆錯 message 啊！ 41題，小薯嘅其中一位老細高拎啊，佢最引以為自豪嘅絕技係啲咩咧？係 Beatbox。錯。引以自豪，一定係啲垃圾技能嚟嘅。扮聲嗰啲係咪咁嘅嘢嘛？吹口哨嗰啲 friend。扮咕咕。阿卡佩拉。錯。係用口扮水滴聲。小薯茄老闆高拎嘅拿手絕活。好叻咩？哦。阿卡佩拉。好，第42題，有邊個香港女歌手曾經俾佢老闆同佢將架電單車相比嘅？肥過部電單車。講嘢菠蘿面。第40題，黃子華喺飯氣攻心入邊係患有咩身體狀況識嘛？OK。第41題，小薯茄其中一位佢扮咗水滴聲。你聽3隻字已經識係，我答，都知道你啦。好犀利， OK 你讀心你係咪出細胞。貓啊？係，冇你事冇事。有邊個香港女歌手曾經俾佢老闆同架電單車相比？衛蘭。你哋好啲。好，第43題，唔好輸啊！萬刀甲係邊個？我好小氣㗎，方力申。啱啊！第44題，用6個字去形容做一件事衰咗學到嘢。個字。講先。我估撲街唔好行。哦， 5個字。 4，我覺得我嗰句好近㗎啦，唔係6個字。經一時錯一字。第46題，你講埋有人名啊嘛，我都識呢第45句，題但係點？喺電影《全個世界都有電話》入邊，周國賢係住喺邊嘅咧？5，香港。錯啊！唔好再闊啲世界啊嘛。界九龍港島陸地。 5、地區嚟嘅。 4、3、估啦。 2、1，出
地下長打啲上洲港地下街。第46題，前 Collar 成員蘇晴啊，喺參加造星之前咧，曾經報名參加過一個 channel 被拒絕咗嘅。嗰個 channel 係邊個 channel 咧？我好似有聽過，嚇但係我知佢嘅名。零協會。我唔會拒絕佢嘅。有冇補答？我知佢同而家四。呢一個 channel 合作啫喎。選股試當真。好啊，係小薯茄。好啦，唔好再講啦！呢件事我後悔到而家㗎啦。係小薯茄啊！第47題。中意小薯茄。喺193嘅歌曲《再次 Puppy Love》嘅 MV 裏邊啊，女主角林明晶同193係咩關係咧？女神同埋冰。哦，好答。佢係男女朋友。 4、3，再次 puppy love。私生。啱啊！好勁啊！第48題，2024年香港電影票房冠軍係係咪破地獄啊？啱。勁啊！哇，幾犀利！第49題，零協會咧喺每個星期五咧都會出片啦。喺啲咁正嘅片之前，應該做啲咩準備功夫咧？5、4，好難喎，師兄。係喺啲咁正嘅嘢之前，梗係要着兩條褲啦。我就着撚咗兩條褲喂。哦，香港網台機動電視台啦，除咗鄭中基之後，講出2個成員嚟先啦。我諗到啲唔知講唔講得嘅名出嚟咯。退出咗嘅成員計唔計啊？我冇講佢出咗嚟飲咯，所以你可以嘅。好試下雙姐同埋呢個牙康係咪？有冇牙康啊？有啊，我都有。有有九虎啦、超酸啦、有超酸叻啊！我就諗到雙姐。再加料，有冇人覺得咧有啲肚餓啊？你認真㗎？梗係啦，鹹鹹啊甜嘛。甜，禿咗。嚟，哇！你諗呢度幾多啊？有啲時間，有啲時間。我想啊！你認真㗎？啊，冇晒咯！啊哎呀，你想 ！OK，next。睇來似食喎。做咩？做咩？我想拍側邊嘅，但係掛唔到啊，所以都嚇！我想問一陣係咪唔使食晒啲渣㗎？我聞下先。一言難盡嘅味啊！你哋試唔試下聞下先啊？我唔太算。係落住啲豉油吊吊味先啦。呢個又鹹又苦，加多少少豉油，嗱，鮮味提鮮，係咪先？即係有時候飲嘢咧就唔食啲甜酸苦辣嘅，仲有鹹啊嘛，係咪先？enjoy 第5種味。人生五味。